Hello 大家，今日教大家自製桂花蜜。先放少少水，將桂花沖洗乾淨，隔水備用。跟住就準備煮糖漿，水同冰糖一齊煮溶，再開中火煮滾，跟住倒入桂花同檸檬汁，煮嘅時候輕輕咁搖勻。記得千祈唔好搵嘢搞佢啊！如果唔係就會出現反沙狀態。之後煮到出現細泡，大約100度左右，熄火。凍咗之後加埋蜜糖攪勻，金黃透亮、味道濃郁嘅桂花蜜就整好啦。平時攞嚟沖嘢飲又得，搽麵包又得，做甜品嘅配搭都得咗。今日做到呢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